照大神迹，人们觉得很惊喜，真神在这里，传福音要同心合一，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好，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好，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好，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又唱又唱，这里幸福很好，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就是又唱。亲爱的悠长家人们，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今天是1年1度的会员合会，我们第1场、第2场、第3场、第4场，我们都一起在神的圣殿当中要起来敬拜了，哈利路亚，阿门。不知道你旁边的是不是其他场次的，或者是平常看见的，好不好？我们都跟他挥挥手说，哎，很开心可以看到你，很高兴看到你，感谢主。我们咱第1场的兄弟姊妹好不好？你举手一下，啊，举手好，咱知影一下，我知影一下，好不好？那第2场的弟兄姐妹在哪里？还有第3场的在敬拜中心那边的，敬拜敬中华语的，哦，还有清风敬拜中心的，耶！还有我们跟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跟他挥挥手好吗？哇吼！感谢神，我们都可以一同的聚集在神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因为今天人数特别多，所以在我们副堂也是有转播今天的聚会的。哈利路亚，阿门。圣经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阿门。感谢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的心敞开，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能力了。阿门，阿门。好不好？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来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呀！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大家要自由的在上帝的面前，要来拍掌来赞美他，一起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唱，来赞美，耶！来赞美，称谢耶和华，弹琴歌手，赞美至高者的名。每早晨来传扬你慈爱，每夜传扬你信实。因为你是我心喜乐，我要因你他们作为来欢呼。主啊，你的工作和其他，与荣心发落。来唱，来来来。再一次的来赞美他，一起来唱，来赞美呀！来赞美，称谢耶和华，弹琴歌手，赞美至高者的名。每早晨来传扬你慈爱，每夜传扬你信。因为你是我心喜乐，我要因你他们作为来欢呼。主啊，你的工作和其他，娱乐心发落。来，一起拍掌呀！再次来！是的，我们的神，他正对我们说，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
站着、坐着、躺着，或者是你在线上，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你的 iPhone、iPad 的前面，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们就要自由的来敬拜赞美他，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掌呀！再一次大声的唱来赞美，赞美，称谢耶和华，弹琴歌颂，赞美直到这地名。每早晨来传扬你慈爱，每夜传扬你，因为你是我心喜乐，我要因你大能作为来欢呼。主啊，因你工作了奇乐，雨落西方。再一次来唱，因为你是我心喜乐，我要因你大的作为来欢呼。主啊，你的工作何其大，雨落西方。来来来，一起来，来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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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来来来唱愿一生，愿一生住在你殿中，生长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在与亚东南树的殿中，开成园内道。再次愿一生，愿一生住在你殿中，生长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在与亚东南树的殿中，开成园内道。来来来呀！来来来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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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主名来了，再次来宣告。奉主名来，必是应当承受你。嘿，主名来，必是应当承受你。哈，主名来，必是应当承受你。哈利路亚。再次来说，奉主名来了。奉主名来，必是应当承受你。嘿，主名来，必是应当承受你。哈，主名来，必是应当承受你。哈利路亚。我们欢迎耶稣，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欢迎。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我们欢迎你，耶稣，耶稣，说耶稣啊，耶稣啊，耶稣，耶稣啊，耶稣啊。白手欢迎耶稣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掌。我心承受你，我的灵昼夜向你欢呼。我心承受你，我主，从日出到日落赞美你。是的，我们的心要承受你。我心承受你，我的灵昼夜向你欢呼。我心承受你，我主，从日出到日落赞美你。我心，我心承受你，我们承受你耶稣。我的灵昼夜向你欢呼。我心承受你，我主，从日出到日落赞我们更多跟主说，我们的心要承受你。我心承受你，我的灵昼夜向你欢呼向你。我心，我的心承受你，我主，从日
称颂你。我的灵，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单单的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是的，圣灵啊，这是我们最深处的祷告，最真实的呼求。日出到日落，赞美我的心要称颂，我的心称颂你，我的灵。主，我们赞美你，高举你的圣名。主啊，我们用歌唱、吟诗，或者是用乐器、鼓瑟、弹琴，或者是用舞蹈、跳舞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单单归给你。主啊，愿你的圣灵继续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更深的来明白主你那美好的旨意。求主你向我们吹气，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有满满的得着。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再次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这位来听吟圣诗257首，圣诗257首。求主训练教会，顺利关营圣手，用你话名有力的话感化众人听受，请咱议员吟全首。这是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今仔是你所定着的日子。我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殿中，阮一起来阿罗，阮一起来敬拜，阮一起来跳舞、拍鼓、吟诗来阿罗你。我是何等有福分的人，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你是阮的盾牌，你是阮的招盘。你是阮的拯救，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永远的帮助。
主啊，阮瓦克你的人，阮是何等的有福分的人。主啊，满心来感谢你。主啊，感谢主你伫万百姓当中来竞选阮诚侪你的儿女阮有这福分，会当伫遐来认捌你，互阮会当来认捌你，是阮一生上界大的祝福。主啊，兼在阮有时会软弱，常常因为遮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家己迄个拍拼，却毋知这完全是上帝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来怜悯，你来赦免阮伫有意甲无意当中，伫你面前所犯的罪检查伫阮的言行举止所行所做，伫遐无拄拄伫遐来互人伫遐来跋倒，心艰苦。主，你愿赦免阮伫你面前所犯一切的过失。但伫今仔早起，阮逐人围绕到你的殿中，阮遮要来敬拜而你。愿你的圣神即时临在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阮若要欢迎圣神，你也降临这内底，因为阮要渴慕你，阮要敬拜你，阮要欢迎你。恳求圣神，你会当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中。阮也将下载阮当家牧师伊所要分享的事实完全交托伫向望你。愿你通过伊的信息，会当真正会当。伫遐激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逐人会当照主你所教示的准绳来行来做。阮也将今仔日的聚会以及等的好会，拢一直完全交托向望，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三甲做来用使徒圣经。起立吧。咱用做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恁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病，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摆请坐。是咱奉献，咱要请咱的执事同工，咱来受奉献。遐这咱因为台湾拢有逐所在拢咧关心到伫土耳其、叙利亚即个地动带来灾害吼，所以咱今日有即个特别的奉献录咱也有关心，请咱当用即个来关心奉献。现在即摆咱请起立，咱做来吟奉献的诗歌。说。
耶和华将默默上帝，我默先来感谢你，就是主啊，你收拾阮每一个人，逐人有对你遐来教业温书伫咱当中啊，阮当伫主你面前伫献上阮的感谢，因此阮一切所有的拢是对你遐来，会感谢主你收拾阮逐人有一个勇健的身躯，有得会在的能力啊，阮有咧工作机会，阮会当伫阮的职场伫遐来认真，伫遐来拍拼。就当即时啊，阮兄弟姊妹诚心伫你面前所献的，愿你啊感纳阮的所献啊，求你啊加倍赐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中，按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即时来报告，注意圣工的安排啊，咱请咱所有侍奉同工，咱家己过目。我的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要响应总会教社委员会关怀土耳其的大地动的赈灾工课。本会有定伫今仔日也有特别的奉献，请咱大家持续也为着土耳其甲叙利亚的救灾甲中建的工作献上咱的关心甲代祷。第二项小会公告，第一小项。本会咱今仔9点有举行2023年的定期的好会，所以咱今早去即场，咱是全部有4场的礼拜拢是联合伫副堂后进行的转播。如果咱主堂坐袂落话，咱可能爱麻烦兄弟姊妹到伫副堂。啊，咱伫会当中后要接纳2022年收支决算甲通过2023年的收支的预算。这拢等下伫会手册内底。啊，上次也要选派2023年的财务检查员2名，敬请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咱今年本会咱各种的因素奉献、成长的目标达成努力甲代祷。结束了后，1楼的招待人员，咱领取啊，咱圣诞节遐个饼干，咱是送完为止吼，因为咱200几位尔。啊，下午的礼拜，咱今仔日啊，儿童遐改伫3楼的视听教室。第二小项，伫今仔日幼儿下晡5点半，咱有要举行侍奉者免礼参会，咱5点开始报道。地点伫灵皇宫，敬请咱有报名的侍奉者会当准时参加。然后登记要坐车的长辈，请咱的长辈会记住。你若有登记要坐车去灵皇宫参加东港免礼参会，你会记咱的长辈是下晡4点，下晡4点伫教会来集合来出发。详细咱的中职东港会当下晡4点半进前，到伫灵皇宫的5楼，伫遐来合作服侍。第三小项，本会专一的东港以及一寡的职务的移动伫遮。甲兄弟姊妹做一个广告。第一，咱本会青年牧师潘志豪牧师，伊对3月初是后个月开始，有受聘伫京城团契高雄区的主任主讲的牧师，伊的伫本会的任期就到这个月月底截止。愿上帝赐潘牧师伊头前有真美好蒙福的服侍。第二小项。本会的儿童传道吴思玲传道，因为伊有生涯，伊另外有伊的规划，所以有小会伫遮来请示，伊伫咱本会教会遮的服侍，伊愿到伫这个月的月底。愿上帝赐传道伊头前的路，甲伊的服侍。第三小项，本会的总务干事余文师兄弟，伊对伫3月初起改派，伫咱本会咱有清风敬拜中心的开拓的传道，咱伫清风遐，咱有要派伊伫遐会做开拓的传道。本会事工干事蔡明佳对3月初起改派伫学生牧区的传道兼区长，爱接潘牧师这位。本会原来伫清风敬拜中心遮服侍的干事于胜阳，咱3月初起改派来伫儿童牧区
的干事兼区长，就是要接吴思婷传道。本会行政干事陈佩芬，咱对1月初开始就改派伫行政干事以及兼咱办公室的主任，咱办公室的主任因为较早有委托潘牧师伫遐做一个管理，所以咱正需要办公室也有一个主任。兼且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为着即届咱若70年过，咱的一寡办公室以及这牧团者有小可的调整的改变，愿主束缚因头前服侍的道路。毋望兄弟姊妹，咱继续关心甲带导。毋望即届社会的调整伫遮会当将对的人放伫对的所在，会当毋望会当服侍，佮像牧师伫年初甲咱鼓励，会提升咱的良率，会日增月盛，互咱阁会当进入丰盛，倍增扩展。第三，本会2022年度第1学期的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今仔照规定申请以及符合标准的，请伫3月初5进前来提出申请。伫3月初9拜四暗上有召开奖励金的小组的审核，请奖励金小委员者会当出席参加。本会伫3月12要颁发奖励金。第四，本会定伫2月26，就是后礼拜中昼12点到2点，伫教会副堂举办新家人的 party， 参加的对象是2021年、2022年新加入的家人以及幸福副长、长老、小组长，请伫本主日进前，伫遮来送完，也是办公室伫遐来报名。第五，3月初3拜五暗上6点半到9点半，以及3月初4拜六上午8点半到暗上9点半，伫敬拜中心有举办专营更新的营会，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文图学校学员必修，费用一人是500块，请伫本主进前办公室伫遐来报名。第六，本会2023年顶半年度的装备课程，要伫3月31日起举办，欢迎兄弟伫3月12进前办公室报名参加。第七，下周的主日就是有拜六的学青，以及2月26，咱有举行2023年的第一次的圣餐的礼拜，请全体陪餐会员准备心，恭守圣餐，同沐主恩。同工后礼拜清风敬拜中心遐礼拜，请甲主堂来遮联合，因为牧师介绍小会员者可能无法度通去分配所以请伫清风敬拜中心聚会兄弟姊妹来到伫迄个主堂遮联合礼拜。具体消息，合作社还未领迄个纪念品的，请伫26后礼拜进前领取。教会生活队有定伫2月27日举办春季的旅游，地点是阿里山，费用是1650块。教会生活队有补助队员一人650块，一台游览车若额满就早止报名。欢迎咱大家伫若有意的伫今仔进前踊跃伫遮咱的张国峰执事队长伫遐来报名参加。以上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好，咱看咱的这个教界消息台湾女子新人院，这是咱长老教会的新人院伫2月27到28要伫咱的敬拜中心来举办启示录的课程这是真特别黄淑华牧师是咱高雄人较早是正中长老教，也是新兴长老教会。伊的妈妈是真热心的长老开拓真侪间教会因的家庭拢是做上帝工人所以伊本伫美国、伫欧洲、伫东南亚真侪所在做真好的工即帮真难得的机会有受邀请伫遮办即个研经的课程这是费用爱1600块，但是咱教会因为笑遮有30位的名额免费而且应该还佫有位，咱若要参加会当甲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就是咱高雄中华妇女公部办即个世界公道日甲感恩礼拜伫3月初4
9点到12点伫盐埕教会，费用100块，但是呢，妇女生活队员是有补助吼。那要参加，请咱甲李淑慧队长来报名。第三，咱高雄中华上林苏工部伫3月2日要办春季1日游，地点伫乌树林台南甲迄个云嘉南即个所在吼。费用1350块，咱的上年生活队员有补助350，若无导游特别优惠1000块，所以咱若要参加吼，2月26进前，甲康信乐队长来报名。咱上年苏工部伫4月24到26有办北宜兰的即个3日游活动吼，费用6300，咱的队员的补助1000，其他兄弟咱若要参加吼，共款甲康信乐队长来报名吼。以上，咱今日有2位来宾吼，我来介绍。头一位是吴义慈吼，伊是咱即个颜美姊妹介绍。吴义慈姐妹嘛伫什么所在？听见哦，咱拍拍欢迎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礼拜哈，一次欢迎哈，永远欢迎哈。还有另外一位施妍美姊妹，是不是哈？当然哥哈，好，欢迎你们，上帝赐福你们，好，请坐。弟兄姊妹，我们特别今天是要合会我们也有很多教会合会之后。教会也有很多的变动特别要感谢我们潘志豪牧师他在我们这里4年帮助我们的年轻人神给他有可以造就年轻人，培养这些同工他很陌生他是在做监狱的事工，这是很特殊的事工。那以前的最主要的同工就是吴国瓦牧师，常来这里募款他已经退休，所以需要有人接任。那牧师知道潘牧师是有社工背景，也有辅导对这个事工过去也参与过，所以就特别邀请他来担任这个工作所以他现在是从我们地方教会差派到这个整个国度的一个福音事工的侍奉他会接个底人家，所以也比较没有说好像要大家见不到面，也没有这样所以他3月1号就开始负担这样的事工，请大家为他祷告我们也可以无论在祷告在奉献各方面支持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请他起立我们也用拍手来谢谢他谢谢他那个没有对那个咱讲要甲翻送有咱教会有一项礼金要来祝福伊啦祝福伊新的工作因为伊讲唔免咱也无离开嘛是拢住在遮所以就我们没有再特别那另外我们的吴司令传道他下个礼拜儿童牧区也会办一个欢送会我们也为他祷告也感谢他在我们教会这些年带领我们儿童，特别度过了这个疫情这段期间能够进入还能够线上儿童现在儿童都能够恢复了我们感谢他的付出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今天等一下会有3个要就任的请我们也都为他们祷告好，以上。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拉基书第3章第60到12节咱听我来强读。因为我耶和华无改换，所以恁雅各囝无拄着灭亡。万军的耶和华讲：对恁列祖的日以来，恁有违背我的律例，也无守伊。当恁着活转找我，我就活转找恁。总是恁讲，阮着怎样活转？人敢通偷摕上帝的物吗？恁竟然偷摕我的物！
总是恁讲，阮伫什么事偷摕你的物啊？就是伫应该纳的10%甲礼物，因为恁同国的人拢偷摕我的物，所以恁受当的咒诅。万军的耶和华讲，恁就用10%的1%完全送入库，互我的厝有美娘，用这个来试我，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啊，并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万军的耶和华讲，我要为恁遮蔽草莓，无用阮以毁坏土产，恁残忍的葡萄树，伫未熟的大生也无落粒。万军的耶和华讲，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因为恁要做通欢喜的地。感谢上帝将伊的话赏赐咱。这是赞美，咱要请教会献歌队。真感谢教会献歌队因用真水的声，伫来学了上帝。这是讲道要请来主任牧师，伊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奉献等于丰盛加上蒙福。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敬拜，大家有没有感动？今天敬拜很不一样哈，真的充满那个神的同在、荣耀、感动哈，显得这个诗歌让我们唱起来真的非常感动。最重要也是加上什么舞蹈，所以在敬拜当中，其实有诗歌，都是有加上舞蹈，都有再加上惊奇，有的再加上号角，会一样吗？不一样哦，哎，
神借着让我们很多东西哈，能够参与在这个敬拜当中哈，那个感受是不同的，那感动是不同的，那个氛围是不同的哈。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敬拜团，可以很有不一样的敬拜哈，所以我们唱起来就非常感动啊，非常的投入啊，感谢主，真的我们要称颂我们的神，我的心啊，我要称颂你，称颂我们的神，这几年真的疫情，神真的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度过平安度过，而且我们去年是70周年。真的有很多的困难啊！本来我们圣歌队要观摩，到后来也取消了。那我们要办那个50周年的金婚的啊，也改变了啊。虽然我们有对结婚50周年的夫妇我们有表扬，但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感恩礼拜啊，因为疫情我们就尽量减少。但是感谢上帝，让我们在那个70周年哈，感恩礼拜，大家可以在林王宫餐厅哈，真的在那里喜乐的感谢神哈，献上赞美的祭哈，真的是很棒。特别我们今年去年哈，我们教会有我们恩雅姊妹哈。帮我们写了一首《就是又唱》这首诗歌哈，真的很棒哈！这首诗歌，把我们整个教会哈唱出来哈，那种感受哈，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哈。虽然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神奇妙的故事在我们身上彰显哈，很多的祷告蒙应允哈，神真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样的挑战当中哈，能够突破，能够得胜哈。我们去年在洗礼上也有进步哈，得救人数能够进步，我们的奉献也有进步哈。虽然因为7周年我们有更多的付出，但是神丰盛的恩典都赐我们。今天我们要召开2023年的和会，那牧师在今年的新年哈，刚才海平长老有讲，我讲了一篇哈。提升良力，日增夜盛啊！我们应该要不断的能够提升，让自己更好啊。可能我现在做的60%的好，我能够在70%、在80%，甚至到90%，能够不断进步。我相信我们就会看见神的祝福更多在我们当中。今天牧师特别要讲到，其实这道我在敬拜中心已经讲过，但是今天也是感觉很重要的，再讲一下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和会对我们教会来讲，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一起向着今年的目标，我们教会有教会盼望能够成长目标，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应该有自己成长的目标。你在服事的这个位置上，盼望你能够带动达到这个成长的目标。今天读的经文是马拉基书，是在讲11奉献。奉献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因为主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有奉献，你的心也在哪里；你有捐钱，你的关心也在哪里。因为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但是在使用上带来的是一个表达人对某一些事情的一个关注那最近有很多文章刚好在讨论这个11奉献，包括神仙的院长，或是神仙的教授，或是很有名的人当然，这个11奉献，在长老教会的传统过去没有建立没有建立但是我们教会感谢主，
在这些年间，我们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遵行十一奉献。当我们能够遵行十一奉献，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丰盛、他的赐福，我相信这个是对我们自己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也是成为教会神国度的祝福。有人讲说这个十一奉献或是一种税捐，以前都是在宗教上或是政府的规定甚至农业时代可能要交的就是这种11的收成并没有很硬性的规定，就是初代教会或是到了天主教会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确亚伯拉罕向那个麦基洗德献上11，这是一个很蒙悦纳蒙福的。那到了雅各，他也是接着神圣的带领他赐福他，他能够经过很多的患难，但是他能够回到原来跟神立约的地方，他献上了11。在古代的确是这样很多那在利未记就开始很清楚记载，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五谷、树上的果子，1/10是属耶和华的。神给我们10分，我们把1分再归还给他，来感谢他而且这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是很神圣的事情，这不是开玩笑的，神是很在意这个事的特别到了民数记，因为有这些利未支派，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支派，所以他们是要受供应的，所以就这个11收入了以色列人收入前面的1/10就交给利未人，那利未人的1/10他们也拿出来交给大祭司那这些利未人或是在会幕圣殿供职的人，就是靠这个11来生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设计那11奉献，这是在旧约这样的一个律法、一个规范在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还要遵守吗？可能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拿出很多理由来讲但是牧师今天要跟我们讲两个大点。第一个就是说，11奉献神所应许这个福是永远不改变的，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马拉基先知怎么说？第6节他讲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神。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神跟你们所立的约不会改变。所以你们虽然背叛了但是上帝仍然守这个约你们还没有灭亡，你们还有悔改的机会你们还有悔改的机会。但是到了新约，我觉得很多人想要找直接的答案，但是新约没有很多直接答案耶稣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也没有很清楚讲，但是耶稣的确是意思是如此。当然你们对公义信实这件事情不太在意，神是在意的，但是1/10也是神也会在意当然你不能说我献11的，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不需要公义，我不要信实，我不需要怜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上帝还是要，但是没有说我因为这样所以我都不用了。在马拉基的这个时代他们就是没有遵行11，所以先知就在提醒他们他们觉得奇怪他们也很多质问，他们说他说人岂可夺取神的东西呢？你们竟然夺取神的供物，就是应该献上的。但是他们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供物呢？就是你们
在当纳的1/10和当献的公物上。当然，他们献的公物有的上献瑕疵的，也不应该啊，哈。但是没有献上1/10，它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旧约先知这样讲，当然我们讲新约还会这样吗？我就一个经文，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答案。对我来说是一个答案，因为耶稣怎么说？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呢，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表示旧约的耶稣不是要把它除掉，是要成全。而且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我这样讲就是有人怎么说呢？就是教训人说啊，这个11奉献这是旧约啦，这不是新约啦。你教训人这样做，你这样做又教训人这样做，他怎么说呢？他在天国要被称为最小的。我听到这一句话，我就吓到了。我袂使假咬啊！有时候不要说人这古约啦，这新约哪有这个事情？但耶稣讲的话千真万确，我们不能自己不守，还叫别人不守啊！而且说啊没有了，这个是旧约啦，没这个事啊。很多长老教会的可能不知道是谁，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今天。我读了这个圣经，我有吓到了，在天国是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什么？称为大的，称为大的。昨天我去参加一个宴会，那个一个老姊妹，她是一直跟我讲说，你知道她怎么样奉献？他说你是不是他是他说看他们教会的牧师说你私下来问我，我说我知道。他要跟我讲的就是他遵行神的诫命，而且是全心全力的去爱神。他能够给神的，他愿意去给，神就加倍的赐福他。他给神的很多很多，但是对不起，神给他的是更多。他要跟我表达是这样，但我相信啊，这个人我认识啊，我知道他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我就效法他，我也是跟他写，我写他1/10就好了，就写他1/10啊，对1/10，对我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感谢上帝。所以这个就是上帝永远不变的应许。今天在我们的和会，我特别要讲这个。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个财务短缺，我们教会钱不够用，我们要牧师好像要用这个很多牧师都不敢讲奉献，因为讲奉献说好像没有钱一样啊，好像牧师是在催钱，不是，各位弟兄姊妹，不是。牧师，我们教会钱有了，我们钱够的，但是神是喜欢你能够真的遵行他的诫命，按照他所吩咐你做，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是要赐福给你。所以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基督徒怎么样遵行11奉献来蒙福。第一个就是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我们真的在奉献上要心存感恩，抬头看天空的飞鸟，低头看山里的百合花，我们就能够提醒自己说，天父都养活他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的确，我们现在是通本的时代，高消费的时代，可能我们是不容易的，我们的生活开销要很大的付出，很多人可能很容易被财务追赶，但是真的牧师是要鼓励你，
你先按照神所吩咐你的去做，你先尊荣他，你先满足他，看看神是不是更大的赐福给你。你要感恩，你要感恩，感谢上帝让我有健康，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工作，我有让我可以发挥更大的恩赐。我相信神都给你恩典，你能够满足他，神的工作在你身上是无限量的。第二个就是11奉献，真的是可以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财观念，正确的对金钱的观念。最近高雄有职场合一事工中心，特别他们有对这个理财的教导，也帮助我们年轻人。我说很感谢你们，让我们更多年轻人比较年轻一点，对金钱就正确的认识。理财的第一步就是11奉献了，叫你会管理金钱了。1/10先分出来，9/10怎么去应用，你就好好去安排。而且，你不是金钱的主人，你是管家，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你不要占为己有，你以为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用，那对不起，那你就自己去负责，跟神无关。神，倘若你让他能够有主权，你成为好管家，我相信神是施恩的神，赐福的神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这个奉献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这样是我们应该的全心全意的献上。我们应该对政府要缴纳的税，我们也是要缴政府若是大家都要逃漏税的话，那我们国家怎么建设？这个国家怎么进步？不可能。所以基督徒能够缴税很好，不必逃漏税光明正大的。我有缴这么多感谢上帝，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收入，我有这样的收入所以我女儿她说她要缴税，我说很好感谢上帝你能够缴税我很久都没有缴税因为不必缴但是我现在能够缴，我感谢上帝政府的税要缴，然后家人亲属我们的长辈的奉养照顾，倘若我们真的就是应该要做，这是神所喜悦的。你孝敬父母，这个含着应许的诫命，神一定会加倍的赐福给你。神所说的话是算数的，不会说了不算的你不信，那就你自己去负责对了，就是对这些饥饿的人或是他真的软弱的人，他有需要的人，这个照顾在马太福音25章在讲的，或是雅各书2章在讲的那我们可以去做，像土耳其，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在台湾丰衣足食。现在在亚洲，台湾应该算是生活过得比较好的少数几个国家。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人，我们就感谢上帝。我们知道这些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不要说这个是我厉害，我搞，我是靠我能力赚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就是以神为中心。神是我的神，我的一切就是他给我的，我感谢他。所以我知道神在做事都有定力。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有种跟收的力，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施以受的力施比受更有福后人的比讲退较好去，施比受更没有给人的就有给你了而且你11奉献，你按照11奉献，今天我们的经文讲说，上帝要开天窗倾福于你，到你无处可容。11奉献，神也要赐福于主日、安息日，也是他所定的福。你能够守主日，看起来是小事这时代很多人常常向上帝请假，说很忙
但是上帝都永远没有准，但是他自己都准哈，自己都准哈，自己都拍摄啊，上帝啊，我你请假哈，我今日袂当去哈，上帝都没有准呐，但是你都自己准了，自己准哈，但是神有没有准，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有很多的力啊，比如说信心的力啊，你那个以利沙为那个死了丈夫的寡妇那个家庭啊，看他信心多少，借了多少瓶子，信心很重要。那个以撒王要打那个地啊，那个箭要打几次哈？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活在信心当中。信心是你能够从神支取更大的恩典的一个钥匙，一个钥匙。主啊，求你给我信心，我信不足，求你给我信心，求你给我信心。各位，你就向神求信心，我相信你得到一个可以开启的钥匙，我相信的丰盛会在你的身上。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和会，真的牧师要再次告诉我们，11奉献虽然是旧约的一个规定，但是是上帝永远不变的应许，他是要赐福给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可以做，我们未来可以做，永远都可以做。我相信我们甘心去做，神会悦纳我们悦纳我们。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李正杰牧师来这里做见证，他以前在和兴，他讲一个那个见证那个见证我都把它写下来那个姐妹从水里嫁到和兴那个地方，她的公公是做庙的那个公，照理说他跟教会是风马牛不相干但是因为他的小朋友暑假教会都有夏季学校就去了，去认识，后来就也参加，参加觉得不错，教会也教祷告他也去为人家祷告，为人家祷告也经历神真的神会听祷告，所以很多人要来让他祷告呢。这个人后来受洗归主了，在教会很单纯很单纯，看到教会有奉献他说看到一个11说那教会有这个加减奉献加减给那些分享说不是，我说不是这个是你所得的，上帝给你10分，你要把1分献给神他就去做了，他赚8000给800，赚16000给1600，3万2他就给3200，他6万4的时候他给6400。这个人他后来很蒙福，3个女儿都到研究所毕业，有一个嫁给传道人。他自己在教会也很好的服侍，做执事到长老全家都很蒙福。他在做这个见证。最近我也听到一个牧者，他说他今年要退休，他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的孩子真的都很蒙福。他在讲说他怎么蒙福，他说关键在于他讲了3点：关系先于事工。关系先于事工，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你跟父母的关系，这个是关系。这个关系是比事工还重要。再来是事工，就是你的工作，你的服事。那表示什么？各位弟兄姊妹，今年我们推动这个读经，就是希望我们更多认识神的话。我们也盼望更多祷告，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夫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关系好，我们工作也会比较顺利。工作会比较顺利，我们工作好了，我们就有这个恩典来服侍。我们今天很多人来服侍，因为要有恩典才有办法。没有恩典，没有时间就没有办法。没有健康的身体也没有办法。第二个，他家庭蒙福就是遵守11奉献。他的大儿子，他的儿子都跟我们一样，都同一天结婚了同一天结婚，女儿也是同年嫁
在银行工作，在玉山银行连续5年都是业绩全国前10名，不得了，所以都被招待去，所以他也很孝顺父母啊，所以知道哦，就安排父母跟他们，这个新春就是去国外去度假。为什么他能够这样？他讲就是都是遵行11奉献，他是高收入，但是他要11奉献，一定都是先把这个钱寄到妈妈的户头要奉献的。第3个就是有家庭祭坛，有家庭祭坛，家常常RPG 祷告，不然就是叫小朋友都背诵圣经，有神的话，所以我听他的见证，而且每一个礼拜要好好休1天，要好好休1天。各位，我们是有参与教会生活，有服侍的，有很多人的确有一点忙碌，但是无论如何，要好好休息1天，让你重新得力。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都是按照神所告诉我的，我们都这样去做。我相信神是要赐福给你。各位牧师，讲道不是要让你重担，是要让你蒙福奉献，无论是奉献你的身体为活祭，奉献11奉献去帮助需要的人，愿你的奉献会带来神丰盛的赐福。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太多的理论，太多的知识讲的听听就好，但是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你能够遵行他的话语，你在天国是大的，你在天国是大的。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神所赐福的儿女让我们一生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右昌教会是有神你丰盛的恩典，有神极大的赐福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教会更多人经历你。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这样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神，你要赐我们，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有神你所赐福一个充满爱蒙福的家庭。主啊，让我们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都是顺利的。主啊，让我们在今年当中，我们是一个爱的大家庭，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能够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向神你所应许丰盛蒙福的路。我们献上感谢，将我们今天的和会都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